成功国小国乐表演为2022昆士湾乐活文化季宣传记者会揭开序幕。文化季将伫咧这个月日6、日7两天，伫咧昆新、比丘、湾里三地联合展开。今年有别以往，以工艺制作游戏、昆士湾美食飨宴这两大主题作为活动主轴，还有加上昆士湾三地文化体验游程，刺激在地社团以及街头艺人的演出，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玩。在26跟27举办我们昆喜湾乐火的一个文化活动。那这个文化活动很感谢我们新兴国中他们工艺制造中心来帮我们做一个闯关游戏。那把过去我们洗漱经常在用的交通车、轻便车也纳入这一次的一个体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风味餐，我们就邀请国宴主厨帮我们把在地的一些元素跟特色融入到我们的风味餐里来。那除了我们主场在我们湾里以外，其实在昆山跟喜树，我们也有轻旅行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来做一个串联。那这一次也非常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蜗牛田园的哈。也在中午的时候，让这些参与活动的市民朋友们来体验一下我们当季乌鱼子怎么样一个入菜的一个风味餐。那欢迎大家26、27一起来我们湾里玩。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也特别到场推荐这场活动，尤其今年限量80道的昆士湾风味餐，介意美食的民众绝对唔通错过。从13年前第一届办到现在。昆喜湾这个活动，会使讲是咱南区会使讲一年一度非常大的一个年度的盛事啦吼。伫这个3、4月这这办这个活动除了提起好以外，咱的活动的内容会使讲非常的多会使吃喝玩乐都有啦包括我们的美食飨宴小旅行丁店尤其我们的校区非常的认真对这个从去年开始。他对这个昆喜湾的活动每一年跟那个活动的样态都不一样，所以希望能够在昆山湾里喜树这边带动我们整个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活动尤其咱这回马上结合到咱的流户咱的里小区跟咱所有的商圈来把这个活动整个南区都可以带动起来。昆喜湾我们学会将我们那个乌鱼子料理，就是我们沿海地区非常有。那个早期，那个乌鱼子，在我们社区就会有一种那个自然的食物。那这是渔民在我们冬季的时候所那个留下来的这些食物那我们把它这一次变成我们的昆喜湾文化旅行的那个料理文化的其中之一。3月2、日7活动现场，除了有结合科普的工艺、甲文化艺术，以及一起解谜昆士湾的游戏。和参加的朋友会当为游戏当中认识昆士湾的人文特色，嘛当体验文化行塔等等的游程。活动规划是非常的丰富。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